件理財。好啦，繼續翻到嚟一件理財嘅節目時間啊！咁啊，直播室呢邊有 Kelvin 鄺卓喺度啦，而我哋電話旁邊亦都已經接通咗利嘉閣地產部研究主管陳海潮啊 ，Derek 你好。Hello Kelvin 你好。嗱，咁啊預算案之後啦，其實大家對於嗰個樓市嘅討論啦其實都繼續持續緊嘅。今日都要再問下 Derek 啦，即係其實嗱一啲嘅地方面嘅供應啊，住宅供應啊，或者即係其實商業用地都有個暫停喺度噶嘛。咁啊再加上即係差估署一啲最新嘅資料顯示啦，咁其實依家嗰個形勢上面 Derek 覺得點樣？嗱，咁呢，我哋見到啦，差估署就俾咗個數字啦，2024年落成量有成24,000幾伙嘅。不過呢，呢個就唔係直接反映個供應嘅嚇，因為有好多其實用樓花嘅形式係賣咗嘅。不過呢，其實睇翻啦，早2-3年啊，因為個新盤銷情呢都比較差，咁其實累積就有超過22,000伙嗰個貨尾啊。咁再加上其實今年呢，的確供應都多嘅，有成3萬幾伙啊，係叫做潛在供應啦，有機會喺今年應市嘅。咁所以短期嚟講呢，個供應的確係充裕嘅。不過呢，就係咪可以用過剩嚟形容呢？就因為就市場咧都有個實際嗰個住屋個需求喺度嘅。咁其實我哋從租務嗰個形勢啊，同埋個租金持續上升係可以睇到嘅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個情況咧，其實即係一個用家入市信心不足嗰個問題，就好多都係即係轉買為租啊。咁其實呢一批單位咧，未來咧，只要係即係陸續可以被市場消化到嘅話咧，咁即係其實大家對嗰個市場嘅信心嘅問題形成嘅一個問題嚟嘅啫，所以出現一個似乎係即係供應過剩嗰個問題咯。嗱咁但係如果係咁講嘅話，即係調翻轉去睇，即係一嚟當然頭先你都講到啦，轉買為租，咁變咗租務市場係咪都叫做期待有一個幾唔錯嘅市況喺度呢？而另一方面就係話嗱，今次嗰個預算案我哋都知就係依然都有8幅住宅地，咁但係商業用地就冇，咁係咪應該即係連呢8幅住宅地都唔批，即係應該暫停，即係完全暫停賣地，可能對嗰個價格先有啲幫助呢？嗱，個租務市場我相信係會繼續即係長旺落去嘅嚇，因為咧即係除咗你本地客啊，好多嗰個專才啊、高才流入咧，都需要嗰個住屋需求係大嘅。咁至於你話即係係咪應該即係坊間有啲講話要暫停賣地啊，係咪會解決到個問題咧？我覺得又未必嘅，因為依家講緊個供應充裕咧，主要係入市嗰個信心嘅問題啊。咁其實與其暫停賣地去解決咧，咁不如即係做好個經濟層面啦，令到個市場恢復嗰個置業嘅信心呢，咁自然慢慢可以消化嗰個庫存嘅。咁啊暫停賣地呢，即係其實係即係對未來嘅一個影響嘅啫。咁講緊其實可能係3、5、7年後嘅影響啦。咁解唔解決到當前嘅問題呢？我覺得就未必啦。但係反而會引發另一個危機啊，就係話如果依家即係當嗰個市況好轉翻之後，未來2、3年慢慢消化咗大部分嘅單位之後啦，咁5年後、7年後、6年後又點呢？咁恐怕當時呢又會出現一個可能供應斷層嗰個局面啊！所以呢，即係其實唔應該話輕易去停止賣地嘅，應該呢，即係保持一個即係長遠有足夠嘅供應呢，保持個樓價去平穩咯，就唔會話因為缺少個供應而令到樓價又再次炒高嘅情況。嗱，咁呢啲都係嗰個健康發展嘅一條路向啦，咁樣。咁但係近期其實都見得到呢啲發展商都叫做幾積極咁樣去推盤啊，即係當然亦都用一個低價嚟做一個招來咁樣啦。咁變咗，其實呢一個情形，我哋對比埋呢，就係話農曆新年過後啦，其實成個路向、成個市場算唔算，尤其是新盤嗰邊啊，係咪都有個好轉喺度呢？
係啊，呢個係好明顯都見到㗎。咁我諗發展商呢，即係呢一輪呢，即係比較低價推盤呢，都係一個隨行就市嗰個方式啦嚇。咁發展商手頭佢有一定嗰個貨量，咁啊自然要買啦。希望都會做到貨如輪轉嘅，令到有啲資金回籠再發展啦。咁其實再加上啊，我哋見到預算案呢，就放寬咗400萬或以下嗰個細價樓嘅印花稅啦嚇。咁有買家又有市場嚇。咁即係正正係推出細價盤嗰個大好時機啊！咁所以呢，即係從生意角度嚟講呢，咁啊依家大舉推盤其實都係無可厚非嘅嚇。咁至於你話個價錢呢，我諗都係按翻市場可以接受嘅水平嚟到釐定咯。咁但係3月份啦，依家咁樣，即係預期上啲數字會唔會突然間有一個都幾急劇嘅增幅咁樣？ 3月份呢，我哋相信呢，即係嗰個成績會做得幾好嘅，非常之理想添啊嚇。咁3月份我哋估計啦，一手買賣嗰個即時買賣啊，可以登記量可以即係買賣嗰個交投量可以去到2500宗嘅。咁比起呢，即係2月份嗰陣時只係1233宗咧，係出現一個倍升嘅情況嘅，而且更加係創咗咧近5個月以嚟嗰個新高嘅。嗱咁啊，呢個就即係一手嗰個情況啦，幾暢旺啦。咁但係調翻轉去睇埋個二手啦，我哋咁啊頭先都講到啦，呢個印花稅嘅政策啦，咁其實係咪都對二手嗰個有冇一個相應嘅幫助咧？呢個都絕對有嘅嚇。咁我哋見到啦，即係呢個預算案放寬咗之後呢，個效果呢都係立竿見影嘅嚇。咁我根據我哋前線嗰個反應啦，其實多咗好多客人呢就注意呢啲銀碼層嗰個物業啦嚇。咁相關嘅查詢文本呢都多咗好多㗎。咁其實從我哋有啲初步嘅市場暫時錄得嘅一啲統計數字去睇啦，咁過去7日啊，即係講緊2月28號至到3月6號呢，400萬以下嘅二手成交呢，就大約有25宗啦。咁比起個預算案公佈之前嗰一個月，平均每個禮拜大約係21宗度呢，其實係升咗2成嘅。咁大家唔好唔記得喎，當時嘅新盤亦都即係過去1-2個禮拜新盤非常之暢旺嘅，喺個焦點全部集中喺新盤之下呢，二手都有2成嘅升幅呢，其實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但係嗱，今次啦，其實嗰個印花稅嘅政策啦，都幾明確地個目標就係300-400萬樓嘅嗰個 range 嗰度啦。咁但係變咗其他價位嘅一啲物業又點樣呢？即係佢哋會唔會其實只係將嗰度嘅購買力即係轉移咗，不如就去買翻啲300-400咁樣呢？嗱，我相信呢，暫時300-400一定係市場個焦點㗎啦。不過你長遠嚟睇、長線嚟睇呢，其實都可以帶動到成個樓市去起動㗎。因為有一啲即係部分細價樓呢啲業主賣咗樓套現咗之後呢，佢可能即係就上移到去一啲中價樓嗰個市場啦，咁可以啟動到嗰個換樓鏈嘅。咁對於整體個樓市呢，都係非常之有利嘅。另一方面呢，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用嗰個買家嘅角度去睇啦，咁除咗呢啲用家入市之外呢，亦都可以吸引到一啲投資者去入市嘅。因為呢一路講緊即係樓價都累積跌咗成3成啦，依家都係低企緊嘅。咁但係呢租金呢就反而係即係逆市上升啊，而且一路都係靠穩嘅咁個租金回報呢係非常之吸引嘅。咁部分呢更加呢高到去4厘至到5厘㗎，咁可以吸引更加多嘅投資者入市啊，買啲細價樓咁樣咯。咁睇嚟現階段咧，我哋去睇下即係一手、二手啲加埋啲新盤嗰個行情啦。咁其實都幾唔錯啊嚇。咁啊依家就當然啦，政策上邊嘅嗰個推動性係點樣咧，都依然都要啲時間叫做傳導落嚟啦。咁但係的而且確啱啱啊 Derek 都有啲數據上邊提供到俾大家啦，都真係見到個樓市係一個唔錯嘅改善緊啊咁樣。咁我哋就繼續 keep 住睇埋落去啦。咁我哋依家先傾到呢度，唔該晒 Derek。